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1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湾传出头一个因国变种病毒的病例，台北市长郭文地宣布，新年暗晡要照常举办，现场的人数限4万人。而当头一波寒流透早，新北市富贵角出现全台湾上低温只有4.3度，气象局继续发布低温特报。为了要方便民众了解盘点价的猪肉来源，农委会表示，明年的10月15号会把 QR code 嘛刻伫台湾猪证明标章顶头。新闻开始来看，台湾传出头一个英国变种病毒的病例，部分县市政府已经宣布讲新年暗晡要取消，也是改做线顶直播。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地今仔日表示，市政府团队经过讨论，台北新年暗晡会照常举办，人数会有总量的管制，控制伫4万人，嘛爱专程挂嘴暗。不要被这个不理智的恐惧打败，所以今天晚上的跨年晚会还是会举办。宣布跨年暗晡照常办，台北市长郭文地讲，做这个决定，伊昨是想几暗，最后决定。无互无理性的行行拍败，不过台北市跨年的人流总量管制自8万减少到4万，入场爱10名制防体温，也爱全程挂水暗。台湾到目前为止在防疫上最成功的不是确诊案例少，而是它对社会的干扰降到最低。强调有亲自甲卫生部长陈时中确认过，目前台湾无新的疫情变化。郭文地要互市民伫咧疫情下也当享受跨年。台北市政府控场头前，确实有一寡民众唔惊风寒，透暝伫咧跨年暗晡舞台前打不旁等台。昨天晚上，那会不会怕说突然取消？当然会担心啊，可是就是想说还是排好了。不过台北市照常办跨年，互外界形容是做出逆风的决定，因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伫30宣布出现第一例英国变种病毒了。就5月天伫咧桃园的跨年演唱会，台东阿妹跨年演唱会照常办。桃园、台中、台南、高雄等县市是拢宣布跨年活动改做线上直播，屏东县是更加直接取消。很多地方都取消，甚至没有一些活动。我觉得在这也是另一个方面，让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看到我们台北可以办出一个这么精彩的活动，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能见度。对台北市跨年照常办，新北市长侯友宜讲，尊重每一个单位的防疫措施，不过办任何活动应该以安全健康风险为上主要的考虑，大家拢无希望看到出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包括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拢已经宣布讲暗晡要改做线顶直播。新北市的欢乐耶诞城嘛伫昨暗提前结束。桃园高铁站前广场，有我们一起。自桃园市到高雄市，本来要办的跨年演唱会，30暗拢宣布取消民众入场，改伫咧线上用直播方式，甲大家做伙倒算行向2021。12月31日，我们在台中水南中央公园，我们不见不散。本来讲不见不散，不过台中市长罗秀燕先是希望大家踮伫咧厝内跨年，30暗也宣布包括跨年暗晡甲元旦升旗拢改做线上直播，第二莲花公园跨年也取消。那台中、高雄市也伫咧暗时10点宣布跨年活动甲宴会改做线上直播。各县市的决定，主要是因为国内伫人253天了出现本土确诊个案，而且30也发现第一例英国变种病毒，所以自北港南包括贵人市、桃园市、台中市、嘉义市、台南市甲高雄市，拢先后宣布取消跨年暗会，改做线上直播。本来要办到明年1月初3的新北欢乐耶诞城，也提早伫咧30暗就结束。因那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按照流程规划进行。不过，这个那政府官员甲受邀请的宾客到场观礼，取消民众入场观礼。记者综合报道。伫当头一波的寒流，今仔透早伫新北市富贵角出现4.3度的低温，嘛是全台湾上低温。气象局嘛继续发布低温特报，嘛提醒大家，这么寒的天气会一直到元旦的透早，民众要出门就爱穿好些。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经过规暝0度以下的低温，透早树仔顶算是结甲甜甜甜。虽然水汽无够无落雪，不过车甲涂骹嘛拢结霜，规个看起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互去山顶看西面上，也是感觉真欢喜，伤侪翕相咧做纪念。伫台东海拔2300公尺的向阳森林游乐区，透早开始就持续落冰伞，有民众真欢喜，甲冰伞落来的时阵翕起来。受到寒流的影响，全台湾是寒死死。气象局持续发布低温的特报，全台湾伫31个日时，拢有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的低温。若今仔日暗时到过灯港的透早，可能会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尤其在周四的白天到周五清晨这一段时间，仍然还是属于寒流最冷的空气影响的一段时间。因此呢，虽然白天的气温相对于周四的清晨有略微升高的这个情形，但是呢，程度上面仍然，尤其在北部、东北部地区，仍然还是维持续在气温在10度以下的程度。根据气象局的观测，31早起离岛上低温出现伫连江县东引，敢若有2.7度。本岛上低温是伫新北市富贵角，透早5点40分，测到4.3度。新北市五股透早伫6点50分，嘛测到4.8度。桃园市嘛出现5度的低温。气象专家分析，台湾北部伫31透早，差不多已经是这波寒流上介寒的时阵。下年暝上低气温可能嘛是差不多，不过中南部要注意辐射降温的情形，1月初1可能会更较寒。冷空气持续的发威，有可能到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清晨，还有一波辐射冷却的低温。那这个低温的时间点可能会落在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的清晨。那主要是以西半部尤其在中南部为主，所以中南部现在还没有冷到谷底。这波寒流会持续到1月初1，1月初2拜六开始，各地会豆豆回温。拜六礼拜气温会升悬，嘛是会出日的好天气。不过后礼拜1会阁落雨。专家分析，目前的预估后礼拜4可能阁有一波冷空气会来，强度还阁会观察。记者综合报道。烦恼寒流来上过冷，路面会结冰，塞车行路会挤。桃园市复兴区的高二国小、巴林国小、三公国小、佮光华国小，这4间学校今仔就停班停课1天哦。甚至占西乡后山的新港、石蕊、玉峰、佮秀峦4间国小，今仔嘛中昼就下课咯。伫咧桃园市复兴区华林村的巴林国小，海拔高度1230公尺，是桃园市内海拔上悬的学校。3日暗出现零下3度的低温，一早起也出现结冰落霜的情形，这边寒流正强。除了巴林国小、复兴区，也有光华国小、高二国小、三公国小4间学校拢停课1天。早上起来那学校的状况就是结冰然后整个巴郎地区就是也下霜这样。像目前学校呢，就水就没有进来，因为结冰。那甚至之前还会有爆管的现象。主要昨天是有那个雨，体感温度感觉就是比那个实际温度再增降很多。今天的话状况又很好，我们太阳出来之后那个没有昨天感觉那么冷。第一波寒流级的冷空气一来，全台湾温度随降落。一早起，复兴山区有出现短暂落雪情形，树叶顶拢是白白霜雪，日头一出来就开始扬，路面变正骨，爱注意。主要是考虑山区的山路，那交通动线以及路上的状况，作为安全性的考量，那学校会采取补课的因应措施。因为这边强烈寒流，关山可能会落雪，新竹县政府也决定，伫尖石乡后山下新港、石蕊、玉峰、秀峦4间小学，今仔日中昼就放学，无上的课零工接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指挥中心宣布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病例，一个是英国70多岁查甫人来台湾找亲情，佮有一位是印度20多岁查甫囡仔是来台湾做生意。目前国内计共有799例。咱再来看，英国变种病毒是看甲真厉害。之前华航对英国返来台湾的包机，有3个人患着病，其中有一位10多岁的少年家就去患着英国的变种病毒，这嘛是台湾的头一例。指挥中心宣布讲，对元旦开始要全面来加严边境的管制，来限制外国人士入境哦。教育部嘛宣布讲，要暂停接受境外学生申请来台湾。中国上海的卫生部门昨公布新增加6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有1例是来自台湾。
新冠肺炎的疫情，台湾出现英国变种病毒头一个确诊的病例。指挥中心加强防疫的日头，为1月7日开始，非本国籍的人暂停入境。教育部嘛发函予各学校，爱暂缓受理外籍学生入境的申请，包括提外交部台湾奖学金的学生。读书签证的话，基本上学生是不受影响。春季班的新生的话，我刚刚也是向移民署致电，因为他们身上是没有居留证。所以这部分可能没办法入境。马来西亚正在经历第3波疫情，所以还蛮严重。所以回去的话，可能受感染的风险提高，提醒大家没事尽量不要回去。给外省组织提醒，目前伫台湾的外籍学生，若是无必要，尽量莫回国。嘛规划伫休馆甲申请的期间办理活动，互伫台湾的外籍学生会当消透思念故乡的心情。教育部嘛强调讲，后手的规划，还佫有当时会当佫开放，拢会配合指挥中心的指示来办理。疫情当地的军甲，各单位爱真尽心。专家指出，英国变种病毒入境基本上是闪袂过，所以上界重要的，就是爱主动社区的传播，尤其是注意新加登来台湾的人群。因为这次病毒很明显要取代原来的病毒，因为它的传染力比较强，它就会变成将来的主流病毒。不管是在欧洲或是在中国大陆的国人，这大概就在春节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回来，有可能有一些人其实是被感染了，自己不知道哈。那目前这一批回来的人感染，就有一些可能就是英国病毒，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就伫国内严格把关阻挡疫情的时阵，中国上海卫健委发布消息讲，30新增加6例境外移入确诊的病例，其中1例是为台湾来的，是自7去到上海确诊的个案。因那相关有路的部分，指挥中心表示已经甲中国迄边咧探问，希望会当赶紧了解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明仔载开始第3进口。行政伫中昼嘛宣布讲，地方政府将对三马精灵检出的驻地条例违反宪法，所以无效力。但市长黄伟哲甲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就到餐厅个做过来中心视察，这个店拢强调讲，因是使用国产的猪肉。市长嘛要求业者爱做好自主管理，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台南市卫生局今日实际去视察市内餐厅使用国产猪的状况，主要要循产地来源的标示，要求业者定定提供肉品的检验报告。明年元旦开始，就要开放带3百斤的美国猪进口。台南市府和相关单位嘛再三呼吁业者，猪肉产地定定要标号清楚。我们在团膳、还有进口商、还有大卖场端、还有学校端。都已经宣示了都只吃本国猪肉。明天开始就可以去稽查他们是不是如他们所宣示的这些标章的内容所记载的一样。另外一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去到沙丁堡产后护理单位视察，因为养婴啊有心妇人保身体做过来，猪肉的需求量占济，毋那是为着了解业者使用国产猪的状况，嘛就要感谢小单位自律使用国产猪肉。尤其内脏的部分，他们也提出了屠宰证明、检验报告以及原产地，来证明这是台猪的来源，确实无误。我们更以严谨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孕妇、婴儿、老人、心血管疾病这些有余力健康风险的地方，一定要使用台猪。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市内病院产后护理等186间医疗社福单位，拢支持使用国产猪，共同守护食品安全。另外，明日新规定正式就路，台南市加强市场查验调查，按逐个月稽查800回以上，若无照规定漂食者，上济通罚到300万；漂食无老实者，通罚到400万。上严重的是验出动物用药超过安全标准，相当得罚到2亿台票。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推杀台湾猪正面标章，强调讲摕到标章，就代表经过审查，嘛会使用伊来分辨国产佮进口的猪肉。也毋过，民进党立委是认为，敢若有标章，消费者嘛是毋知影店家猪肉的来源。建议讲，看敢会使用 QR code， 互民众方便查。农委会嘛表示讲，会全力来配合，明年的10月15日，就来完成标章的改版哦。
农委会甲中央畜产会联手挂保证，商店只要搭上经过严格审查的台湾猪证明标章，消费者就会当安心确认店内所使用的猪肉是国产的。但民进党立委区指挥指出，订打一张纸，民众完全无法度追溯来源，要求标章应该升级，进一步新增加 QR code， 方便民众马上来查。这个商店的资讯一目了然，哈。那它是地点在哪里？商店的相关的资讯会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未来如果做到这一点，我想民众就可以自己去查验。立委希望 QR code 直接连接台湾猪证明标章地图的网站，民众一点就会当掌握商店所使用的猪肉来源是对倒位来。对此，农委会表示会全力配合，表示将来会新增加2种 QR code， 一种是直接连接地图，另外一种是直接连接迄间店家的资讯，但上路时间阁需要小可等一下。如果是连接到我们的地图网站里面的话的 QR code， 1月8号我们就可以上线。那如果是每一家商店有它独特的 QR code 的话呢，那可能要到15号了。目前上路的标章地图虽然会当显示商店的位置，但有的店点入去却无任何相片，甚至有的是相片无实在。立委区指委认为，伊的速度慢，商店的资讯无完整定录，无像翠暗地图遐尼好用。农委会表示，定位甲速度的问题已经改善，相片无实在是爱一间一间来查，需要时间。这嘛显示，强调有公信力的台湾猪证明标章是一边上路一边修正。记者林美俊、梁雄台北报道。咱来看台湾这个争取要加入 CPTPP 协定，也毋过驻日本代表谢中廷之前是表示讲，日本方面并无表态支持咱台湾加入 CPTPP， 嘛因为明年日本是 CPTPP 的主席国，外界嘛怀疑讲，咱敢用开放一定食品来争取日本的支持，外交部今仔嘛做出回应。台湾是否会以福岛5县市食品的开放来争取日方的支持？这个您的消息，这个我不知道您从哪里得来的哈，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跟日方还持续在协调当中，尚未确定，商务旅客的这个往来仍然维持不受影响，这其中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因为出现变种的病毒，日本嘛宣布讲对礼拜开始到明年的正月底，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台日关系协会是表示上尾的旅客是未受到影响。另外，印尼政府宣布讲明年要来实施移工零付费的政策，外交部嘛回应表示，顶礼拜有协助劳动部甲印尼政府以视讯会议来协商，也毋过无讨论出结果，最近会阁来开一届会。来看，有一阵台湾的公民团体今仔早起出面相挺，因为偷渡受到中国判刑的香港少年人有学者就呼吁讲，咱台湾政府应该提出落实积极援助香港的政策。另外，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之前发言是裁定讲，伊会使交保，也毋过香港的律政司又阁提出上诉，早起是开庭审理。台湾原港要 upgrade。台湾原港要 upgrade。台湾公民团体伫遮尔寒的天气，提起予中国判刑的香港青年发口号，就是要徛出来相挺。这12个香港青年，伫为香港偷渡来台湾的过程当中去互抓去，其中有10个，互中国以触犯偷下边境罪判刑，而且讲因已经认罪。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批评讲，这根本就是黑箱作业。中国的所谓的阳光司法就是如此，其实不是阳光司法，是红太阳司法，党的司法，党的打压。正实施香港版的国安法，香港的局势是愈来愈恶化，嘛互香港人的处境愈来愈艰难。公民团体甲学者认为讲，未来会有更较侪香港人被逼离开香港，甚至是逃亡。呼吁台湾伫2001年量早部署。因按算伫明年提出香港人权甲民主条款，要求行政机关爱提升挺香港的政策。
台湾政府不能够再用国安为由，说我们现在国安情势非常危险、非常辛苦，中共可能会报复我们，以这个为理由消极无为，必须采取更积极有力的行动。在这条修法里面，我们会明定行政院应该至少每年一次，针对香港的民主人权状况，针对香港的独立自治状态，针对我们现在以港澳条例第18条对香港实行政治庇护的实施情形，作出评估报告。也若去予香港法院以违反香港版国安法起诉的一团媒创办人黎智英，因为申请保释核准，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终审法院再去开庭审理，黎智英伫律师的陪同之下出庭应讯。黎智英是无愿意加讲啥，不过有不少香港市民轮流入去法庭听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军舰今仔又过通过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7舰队主动伫面册发布消息，美军是强调讲，这是为了要证明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嘛是伫国际法许可的范围继续执行任务。咱国防部嘛，正是讲有2架美军的军舰早起经过南海，西经过台湾海峡了，佮继续往北驶哦。国军都有专程掌握。美国军舰今年已经是第13遍通过台湾海峡，然后中国是真不满，强调讲解放军专程拢有追踪甲监视美国军舰，嘛批评美国对台独势力的传达错误的信息，所以解放军随时拢会做好准备。再来看今年的10月初2，乌鹰直升机失事，前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名将官过往，代志发生到今已经伫要1年了。国防部今仔举行对死的音乐会，以永远的英雄为主题，来怀念这场为国家奉献的军官。乌鹰直升机今年1月初2失事，造成前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等8名将官殉职。随后，军方伫国防部外设置纪念专区，即马伫要盖办周年。国防部举办追思纪念会，以永远的英雄为主题，缅怀殉职人员。殉职将官家属、甲朋友也来献花，包括前参谋总长沈一鸣的母亲，也特别邀请新前总长母校、大地国小的小朋友、甲校长同齐参与。国防部长严德发也强调，感念国军为国家奉献，团队对过身同事无尽思念。除了诉说对将士们的思念之外，也特地向他们报告，今年全军官兵都秉持着他们牺牲奉献的精神。全心专注在各项战演训的任务上，即使现在情势比较严峻，但是我们把国家保护得很好，我们也请他们放心。国防部副参谋总长执行官徐上将，甲国军自由社理事长李栋梁30，也甲当时机顶5名生还者前往5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甲空军碧潭公墓向烈士致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北欧国家挪威将发生严重的土石流，有一个砖头和土石啊台伫下面，至少造成21个人失踪，10个人受伤，土地嘛拢是必损，有的厝地基拢漏掉，是非常的危险哦。目前因为拢在落大雪，搜救的进度嘛受到影响，挪威总理嘛到现场来关心灾情。对镜头看到这台轿车停伫咧正花这个超级大坑的边啊，头前是土石流侵蚀所露出来一个大面积的壁唇，就像是地表互人敲出一条深沟。壁唇的边啊，还有厝钉伫咧遐，地座已经无去。这是离挪威首都奥斯陆东北边差不多20公里的伊尔吕姆镇。警方伫透早4点接到通报，因为路袂通，就改坐直升机入去。伫社區附近觀察了匯報，目前已經知影有人受傷失蹤。Det er utfordrende arbeidsforhold. Det har vært mørkt, det er dårlig vær. Og vi håper nå at lyset om en time vil gi oss enda bedre oversikt over hva vi egentlig står overfor. 警方講，受傷的人攏已經送病去，包括當地一間長照機構內面的大民。這個鎮已經有900人撤離，嚴格官員警告講，至少要撤離1500人。有一掛人即馬是失去聯絡，也唔知影是佇咧厝內，也是已經逃走。
总理索尔贝克讲，因为疫情的关系，迎接新年本来应该是平安宁静伫咧厝内过，无想到讲所發生土石流不幸嘅代志。Først og fremst mine tanker nå hos alle de som er direkte berørte. Det er mange som vi fortsatt ikke gjort rede for. Dette er en stor katastrofe. 根據挪威嘅水資源加能源局嘅評估，這邊造山嘅情形，也就是土石流切過了嘅面積，差不多21萬平方公尺，當地體積可能叫做是流年。在挪威加瑞典是定定看到，這種土石流的發生是所謂的瞬間流年滾落。最近因為強港口承受相當大壓力，就規個崩落。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再來看，昨夜門雅典機場發生爆炸，已經造成20個人死亡，幾十人受傷，死傷的人數更會增加。在這場爆炸發生之前，才打在這個月18成立的新政府，總理跟內閣成員10個人才打行落來飛行機哦，這政府官員無人受傷。總理嘛譴責講這是真惡質的恐怖攻擊。總理阿布杜勒馬利克加國員要落飛機的時陣，突然間發生爆炸，現場幾600人趕緊走。爆炸威力正強，航廈被炸害，造成死傷。國際紅會講有一位工作人員當場死亡，政府官員攏無代誌。總理阿布杜勒馬利克沙特阿拉伯駐也門的大使賈比爾等人被護送到亞丁市總統的官舍。هذا الهجوم الغادر والجبان والإرهابي يضع الحكومة في قلب مسؤولياتها وهي مهمة إنهاء الانقلاب وسعادة الدولة ونشر الاستقرار والتعافي في ربوع بلادنا. 即馬也唔知影代志是誰人做的。沙特阿拉伯通訊社有報道講，青年運動是幕後主謀，不過青年運動並無出面成立犯案。也門的資訊部長厄亞尼在推特答文講，這件由伊朗支持的青年運動民兵所發動的恐怖攻擊，未阻止新政府執行愛國任務。也門政府這個月18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支持的分裂派系。南方協議理事長同意共享權力，責任做內閣，並且在沙特阿拉伯宣誓就職第30回國。也門因為內戰，國土由伊朗支持的世界派青年運動佔據首都杜沙那，新政府經在南部城市亞丁做臨時首都。無想到講，新政府國員拄才落飛機就發生爆炸攻擊。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再來看阿根廷參議院昨經過長時間透明辯論，以38票贊成、29票反對、1票放棄通過打台法案。目前拉丁美洲只有古巴、烏拉圭和墨西哥部分地區打台是合法的。阿根廷算是頭一個通過有新14個禮拜內會使合法提掉囡仔的國家。透明守佇咧布宜諾斯艾利斯國會大樓外口的民眾，在知影參議院表決通過對台法案了。歡喜甲唱歌跳舞，自1922年開始實施佇咧俘虜身軀頂無合理限制，這個時陣總算是透開。這種羅莎莉亞咧爺，2005年伊有生的時陣，因為值班12點鐘等到厝的，腹肚痛，伊聽甲人昏去，醒來時陣是倒佇咧已經的塗骹。四周邊攏是血，腹肚內面的囡仔也無法度活來。李爺就和檢方以無提供胎兒必要的照顧為理由，求處終身監禁，最後被判8年有期徒刑。像安尼是因為流產被判有罪人也有37個。羅馬天主教會甲福音派基督教在阿根廷社會有正大影響力，攏是持反對的態度。教廷甚至公開呼籲參議院封殺這個得到中間偏左派總統費南德茲支持的法案。以對台合法為競選主要項目之一的費南德茲講，伊是天主教徒，不過伊必須為大家立法。阿根廷每年有38000名俘虜因為非法提囡仔送機。1983年恢復民主以來，有超過3000人因此死亡。除了開放有薪14禮拜以內提囡仔以外，參議院也閣通過名叫做“千日計劃”法案，讓有薪的俘虜甲幼囡仔的老母有更較好的醫療照顧。記者綜合報道。
来看联营集团的负责人杨文好、王英之翁仔某，向指控向14间银行差贷472亿，向伊违反银行法定罪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是判杨文好有期徒26年，罚金6亿；王英之有期徒28年，罚金6亿5千万。专案计赛个上诉。杨文好、王英之翁仔某等人做介绍向银行贷款，拢总贷上100亿。两人伫案件爆发之前佮逃到美国，后来是透过国际合作，才甲因送转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今仔一审判决，除了杨文好翁仔某受到判刑，因的查囝嘛互判有期徒3年4个月。再来看高雄的凤山，昨暗7点外，5甲派出所的警察伫咧巡逻的时阵，有一台轿车红灯正弯，警察要甲车砸落来，也毋过无想到讲驾驶煞驶走，佮把躯壳弄着警察。警察开出11枪来警告。伫8点外发现有一台车停伫巷仔内底，后座有一个人已经着穿死亡，车里佮另外3个人嘛已经逃走。警方已经查到这个人的身份，开始掠人。一只黑色自家用的轿车，伫咧高雄凤南甲林森路口转弯了后，煞发现头前是红灯，后壁的警察车嘛已经入来啊。这个驾驶竟然阁想要把去逃走，煞弄着拄好伫后壁的警察，两个警察赶紧越过，开枪想要甲这只车砸落来。这是暗时7点35，伫咧高雄凤山发生的案件。该自小客车主据窃盗通缉的身份，而且该车于前日也遭我们远警拦查不停来逃逸。那今天巡逻远警在路上，在景联路段呢，又发现该车急于尾随至凤南林森路口。这个冲突造成5甲派出所副所长镜头受伤，警察车正并歹去。伊甲警察2个人向要逃走的这只轿车开11枪，尾手8点外经去通报。发现这只轿车歇伫咧一条无尾巷内底，车顶还佫有一个头壳受伤的乘客。目前正伫咧调查这个枪支，敢是警方开枪的枪支。救护车到场，发现到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所以我们就立即封锁现场。我们厘清逃离现场有3人，那两个人的身份我们已经确定，那1个人还在查证中。外面会当看到2个嫌犯先行去路面，刷来另外1个嫌犯则拄管也缀伫咧后壁。根据警方了解，除了拄管也这个人，还佫伫咧调查伊的身份，其他3个人拢有毒品甲窃盗的前科。目前监察中心已经完成车辆的采证，警方嘛已经向高雄地检署检察官报请指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湾嘛已经出现变种病毒，各县市的新年暗会有的停办，有的嘛改做线顶直播。东部的华人台东宣布讲会照常来举办。台东今年因为有歌手阿妹，所以真侪人的台东行程早就拢安排好了。县政府嘛呼吁观众一定要做好防疫。台东跨年暗会今年邀请天后阿妹回乡演唱，自透早开始，海滨公园都歌迷无加加温，为全台各地拥挤，团员一透早就开始无形。但拢是金台也欢乐暗会，敢会受到疫情影响临时花停。有很多县市他们就是不开放入场，你们会不会担心啊？我对台东有信心，我们这里没有疫情。目前台东县政府这边没有做变更的决定，但是随着疫情的这个变化，我们如果有新的发展的话，会主动发布新闻。花莲县的跨年暗会时间管维持继续，伫星座一透早也开始进驻咖啡，环保局开始伫现场消毒。我们会注意疫情方面的问题，然后会做好防护，包括我们6级重划区以及一些交通场站，还有就是大型营业场所，还有人潮聚集的地方。我们总共规划了93个热点，来做消毒防疫的工作。台东县政府强调，会配合中央疫情管理进行紧急应变。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今年举办下銮嘉年华时，对防疫已经有经验，呼吁参加民众挂好喙暗加防寒衫，按照现场动线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天气你记记哦，今年南投指南宫伫元旦虽然嘛是照常发钱无，也毋过庙方是呼吁民众毋通提早排队，也毋过排队的人嘛是落长。另外，伫苗栗的泰安天气遮尔寒，所以来浸温泉的游客嘛是真侪人。元旦假期遮的订房率有90%以上。虽然天气寒到，互人皮皮喘，庙埕头前还是摆了几啊只椅啊，全部拢是准备要排队摕钱票的。这个民众为了要抢头香，伫30号暗时已经来排队。心情觉得放松就不会那么冷。
民众穿着厚厚的衫裤，讲啥嘛要摕到纸庙，虽然一再呼吁唔通来提早排队。不过，南投第三指南宫的庙前，还是陆续出现排队的民众，警方甲庙方人员嘛到场来劝离。无啦，你今年疫情安尼哦，大家较配合袂啦。今年疫情严峻，加上寒流来袭，南投第三指南宫每年元旦都会发放的纸庙，今年虽然还是照常发放，不过每年还是要遵照防疫的规定，除了一定要挂喙罨。排队其实嘛，过再扭长一挂。庙方取消12月31号开放排队的惯例，只要是元旦上午11点进前来排队，都会使领会到。第一名跟最后一名都是一样的。过来就是讲，我们会把这个发放的时间拉长，所以请他们明天早上早一点来可以的不一定晚上就排。而天气是寒咻咻，各地拢出现泡汤的人潮。苗栗滩2020年上尾一个上班日，电网路达到7成左右，接落来元旦假期，电网路更加是达到9成以上。不过医师提醒，并不是人人拢适合泡汤，嘛要注意时间避免伤过久。老年人啊，有心脏、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甚至说孕妇其实都不太适合泡汤医师提醒，除了避免温度超过40度，另外尤其慢性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更该避免时间太过长，才会使确保安全。记者南投苗栗采访报道。课荒嘛是个真严重，明年的正月初六开始，大台中甲北彰化地区都为黄灯来变做柑仔色灯号，要来增加限水的对象。每个月用水1000度以上的用户，供水会减量。若说状况无改善哦，过来就要分区供水咯。寒流来到，气温大降低，毋过乌阴天悠原是无落雨。中台湾的水情安到，供应大台中甲北中华的里溪潭水库，敢若剩3000万吨的水量。台湾自来水公司按算明年正月初六启动第2阶段的限水。橙灯的话就是针对大用水户的部分会有影响。那这一次的整个区是从新竹、苗栗。一直到台中，那还有北彰化，那会再增加所谓的每个月1000度的自来水的大用水户了。这波大台中甲北彰化地区的减量供水，主要是针对每个月用水1000度以上的工业用水户、游泳池、洗车业、三温暖、水疗等等6类的用水户减量供水，1000度以上的用水大户、工业用水户减量供水7%，非工业用水户会照水情为减量10%增加到20%。游泳池的业者表示，已经做共同奋斗的准备。楼层用水我们也会进行用水的减压，它用水势必会影响到民众的使用的习惯。因为一般民生用水暂时会维持非高峰用水时段减压供水。台湾自来水公司供水处表示，目前供应大台中甲北彰化的3个水库欠水量拢无够，希望民众用水在较欠咧，伫明年黄霜雨季进前共同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欠水，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嘛宣布讲，新竹、苗栗甲台中明年早冬停止引产，对正月初六开始灯号就改做柑仔色哦，所以游泳池、洗车场、还有三温暖，拢会受到影响。自6月以来，对新竹到台中降雨量无到800毫米，是52冬以来上低。玻璃水库水量剩2到3成。中央宣布后个月开始。水情灯号调整变柑仔色，需要大量用水游泳池业者受到冲击。每个池都必须每天要换水、要清洁、要过滤，所以我们先停下休闲型的池，然后也告知消费者说很抱歉，因为这是配合中央的政策，所以休闲型的我们可以暂时先停止。除了游泳池受影响，洗车业者嘛真歹过，虽然无奈，不过针对中央的限水政策，也表示会尽全力配合。如果是限水的话，当然是会影响。那如果影响也没有办法。这个大环境这样，我们就有多少就做多少。主要是我们有洗车机的压力，最主要是挤那个压力把它打出来啊。水柱比较强嘛，所以说你说量很大，我是还不至于会用到很大的量。第2阶段限水，除了民众敢受侵，新竹科学园区更加紧张。目前已经团出厂商开始建议应用对策，准备出动水车买水，避免因为欠水影响山林。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
每年的12月中是台湾红豆仔收成的季节，高雄、屏东是主要的产地。今年头一批买卖介绍一斤大约是32块，也毋过农民是将怨叹讲收无够成本，可能是因为即前天气较热热，红豆的品质较歹，而且库存搁真侪有关系。大寮种红豆仔的农民即马拢咧无用采收，毋过若讲到红豆仔的介绍，真侪农民拢笑袂出来。今年现出是差不多35啊，我这是看农会试做的啦，阮的介绍是定啊啦。大寮农会红豆产销班的成员，因为拢是用自然农法，搁有农会客族用1斤48块的介绍收购。若无红豆仔开盘介绍拢无好，去年1斤阁有38块，今年伫个屏东万丹出现1斤32块，根本无够成本。今年农民等于若种红豆仔算艰苦啊啦，真正艰苦啊！若以前即个介绍无达到40块吼，就拢袂趁钱啊。今年侪人种啦，气温悬啦。毋若天气热影响红豆的品质甲产量，来到大寮农会仓库，去年红豆仔的库存至少阁有128吨，今年拄则收的货嘛有一大堆。国产红豆消费愈来愈少，拢是今年红豆落价的原因。农委会农粮署应该要有一个责任来关心一下啦，这合理的价格应该是爱出来干预的时阵，盘商袂使互趁遮济啦。靠面的市场伊正在卖，包括安怎样伊整理好的。嘛是40-50起跳。农粮署当咧研议补贴，嘛鼓励盘商用较好的介绍，帮助农民渡难关。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来看屏东恒春东门城附近是当地真热闹的所在，嘛真歹停车。屏东县政府就拍算要伫遮来规划一个新的停车场，来配合恒春东门城古早的墙，佮有在地民谣乐器的特色，来打造恒春新的地标。恒春市区有热闹的街仔，四边有城门古迹，也是咱人7个时啊采购边的地点。便啊假日拢会去因做游客到倒，遮又阁是地方的行政中心，大批车阵定定互交通拍隔。因此，县政府规划配合古迹、观光特色，新设停车场，改善恒春交通。这个造型部分经过都市审查之后，它结合我们的旁边的古城，然后去做一个呼应。那未来的话，立体造型会增加一个乐景的一些装饰，因为恒春就有一个乐景的一些意象。咱希望这停车场早日来落成来解决到恒春这停车问题。恒春市区唔有旅客爱去的历史古迹，佮当咧去社福馆、老师宿舍以及艺文中心。县政府规划新起这座停车场，希望消透未来大批的观光人潮，改善交通，带动地方发展。未来在文化路旁边会有一些像社博物馆啊，还有一些教资集中宿舍，还有一些重要工程轮展艺中心在新建。那这部分盖好之后，这个停车场未来会疏解整个里面的停车的需求。屏东县府规划在恒春新起停车场设计配合城门，加入乐琴意象，互停车场唔但方便，也会当是恒春的新地标。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地方对老大人的照顾拢做了真尽心，也毋过政府的资源嘛是有限。伫云林古溪有一个村民，就家己发起一个社区关怀站，有真侪乡亲拢真支持，出钱出力。毋但组织互老大人食中昼顿，嘛举办课程，互社区的长辈来上课。热热滚滚的食堂内底有串真侪小复复的饭菜，互食的时代伫寒天内底食甲真满足。食了拢真好，心情真好。哎呦，比家己煮的较好咯。阮囝残障啦，我爱赶灯互伊食。这是云林古溪的蓝马社区关怀站，是由村民张翠芳发起设置的，佮再加上在地乡亲出钱出力斗3工，真做会当煮饭菜，互老大人来食，做伙食饭的食堂。本来是想说关怀据点照顾长辈就好，第一天就28个长辈说我要来食饭，这是我足大的创压力的。带动着咱整个个老人的活动啦吼，食堂的问题。
队啦吼，含村长拢真支持着这老人食堂。张翠芳希望这个靠社区家己的力量成立的关怀站，未来会当申请做有政府帮衬的关怀据点，来落实在地暖化的理想。不是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再重新认识这一群他的一群朋友，在这边就不老村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在这社区里面变成他们就在那边快快的生活。张翠芳讲，伊会继续争取资源，互咱啊社区的关怀站会当继续提供趣味的课程、甲饮食，陪伴者的时代健康快乐过每一日。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要找教英语的人才，今年嘛对国外找来25名外国老师，目前伫48间国中小教英文。这外国老师来到台湾，县政府嘛特别安排因亲入屏东的社区，来了解地方的历史甲特色，希望这老师未来会使用在地文化来设计教材。一群人访问潮州日本历史建筑文化园区，透过早期日本宿舍、后院造景、防空壕等等，希望了解伫8、90年前台湾的历史脉脉。这是屏东潮和国小所办理的外籍教师培训计划，目的要让这外籍教师运用在地元素，通刺激囡仔学习外语的兴趣。因为是外师，我们就想说要让外师知道说，将来我们在发展校本课程的时候，怎么样让在地国际化？因为你要国际化，一定是要在地化嘛。然后认识社区的风土民情文化，然后将来在学校里面可以把这个素材带来跟学校的老师们讨论，怎么样去把这个教材编撰，然后把它交给孩子。真侪外籍教师对台湾的文化、历史拢真有兴趣，认为若会当将这个在地故事编入教材，让囡仔运用家己的生活本土，学外国语言，讲家己历史，这正才是学习语言的目的，是真有意义的一件代志。I think it's good for the children to know about Taiwan history, so especially the Japanese heritage in Taiwan. So I think I'm not sure when we'll get an opportunity to use it, but sometimes we do talk about the older generation and how life was different, and so I'll definitely remember this visit and talk about how life was different for people maybe 80 or 90 years ago from today. Yeah, I think the children will be very interested. 我们希望撰写英文教材，就是把潮州的美食、降落伞、林烧猫这些历史典故分别把它翻译成英文教材。那当然，我们希望日后再借由这个一系列的研习活动，那把我们潮州这边的文化，那借由那个翻译成外文，然后让他们带回他们的国家，那也推广我们潮州的这个文化。透过培训计划，唔但期待外籍教师日后的传教，让学生会当学用外国语言来了解家己故乡的文化，更加了解屏东。未来若这群教师倒转去家己国家交流台湾的文化经验，对行销台湾也是有大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刚会记一个艺名叫做《低头皮》歌手朱玉信，伊最近又搁推出新的专辑，伊伫本土音乐的这条路行30年哦，伊写的歌一向拢有考试这社会风格。伊讲伊的信仰嘛是支持伊创作正大的力量。今仔暗时的台湾新眼界节目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位歌手伊30年的音乐路。这是高雄，当地台顶演唱是已经真久有捌出现伫舞台顶头的歌手朱玉信，可能你捌听过伊另外一个名叫做《低头皮》。1、2、3、4。这暗的表演，朱玉信甲这世界团的乐手，佮有台下的观众互动是真欢乐。也毋过无讲，你可能唔知影，台顶的乐手手中拢无正式乐谱，因拢是现场家己发挥的。伊有做者鬼点子安尼，譬如讲，伊会讲，这个曲子要安尼算，啊有当时讲卖安尼，咱改一个，就是伊做自由的，伊随性啊，对，他很随性安尼。大学时代买唱片听音乐。后来写歌写词，主要是慢慢参加校园音乐活动，走向音乐这条路。3年后，伊有另外一个名叫做《低头皮》，把出版台拢捌听过的专辑《低头皮》笑亏念歌，我是神经病。
在音乐表现顶头变鬼变怪，这是主要性和一般外界的影响。其实各有另外一个身份，伊嘛是基督教会长老。我日常生活足侪时间伫教会啦，我是算第4代啦。对于阮爸、阮阿公，迄个阿祖的时代，一直到我即马吼，所以阮规个家族拢是教会人吼，拢是长老教会。伫主要性的作品内底，一向拢有真侪对社会关怀。伊嘛捌因为一寡无公平的代志，行上街头示威抗议，包括反送中、反香港国安法高雄罢韩的中学。主要是嘛，赶快用于台湾摇滚的精神，加对台湾本土的关怀，出现伫遐个中学顶头。记者综合报道。咱个来看嘉义市有一张超过100岁的青仔，最近有台语儿童文海出版社，甲附近的各小学生带来看这张青仔，那么来听伊的故事。名叫做朱罗交情王，所以伊就是咱的嘉义最大张的青仔。甲囡仔小解老青仔的背景，佮分享青仔讲的故事，用于儿童台语文学总编辑，配合附近学区的各小学生来社区打杂，互因学台语，佮会当了解地方的历史。有人甲一粒石头摕走，然后朱罗青仔讲着托梦甲伊讲袂当安尼做，伊是400岁在伊讲笑，然后我感觉伊足大的，害我足惊讶。过去这张青仔捌因为社会参拜跋筊的风气事件，迄当阵真侪人会来遮求明白，佮加上朱罗青仔讲的故事，所以嘛真做学校乡土教育的题目。了解讲过去咱发生什么代志。所以呢，我即个特别拜托的韩老师吼，来教阮教囡仔讲故事，希望互囡仔呢有更无共款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做好耍。安怎讲法？因为会当听到这侪故事，这趣味的。遮嘛有足侪故事，咱遮的故事，拢爱互咱即个所在的囡仔，互咱即个学区的囡仔，每一个拢爱来了解。学校表示，透过社区的人脉，会用互囡仔咧学台语的时阵，为课本来甲生活环境做结合，互使用台语会当搁较生活化，嘛增加囡仔对在地文化的认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的南昆新大天府是全台湾上有历史规模上大的王爷庙，除了每一年拢会伫遮来抽国运签哦，再过一间300年的传统，就是看运。伫新年头旧年尾，希望大家拢甲无好的问题看掉，来迎接好运的一年。那么做伙来了解。一年又搁行到要头啊！新的一年，真侪人拢会去庙林点光明灯、安太岁，来祈求好运佮顺遂。伫咧台南的南昆新大天府遮，就有一项真特别的祈福传统，叫做看运。这是咱南昆新大天府最传统的啦，每一档哦，这香啊拢钱啊伫满满啦吼。实际上哦，这香啊已经无够富。通正常使用啊啦！南昆新大天府自明朝发展到今，有300多年的历史，是全台湾规模上大、上古老的王爷信仰中心。当年旧历的正月初1，拢会抽签诗来预测国家的运势。毋过上界特别的传统，就是甲信众的生辰八字放入去箱仔内，上顶甲歹运藏起来，这就是看运。这已经是356档啊啦，中是一个八卦，吼。来祝福四只蝙蝠啦，吼，包括这个印是南昆新大天府5000岁，所以讲这个箱啊是真年珍贵啦，吼，这嘛会使讲是一个古物一啦。这个看运箱细甲鞋啊，当年的看运名额是拢真抢市，侪信众拢希望会当甲歹运收到箱仔内，毋望新的一年经过5府千岁的加持，拢总是好运。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北市的大稻埕，有一间真有历史的米厂哦。店头是真传统的建筑，内面阁有2层楼高的米架，已经传承到第4代。最近嘛通过台北市文资审议，登录做历史建筑。伫咧采访的时阵，拄好有家长带幼稚园的囡仔来参观。小出来的下面这个就是米糠，就是这个。这是米的外皮啊，米的外皮。出来就是白白的，主要是想要让他们就是知道米的过程。对。
对，要让他们知道，所以他们怎么样，这个米不要浪费掉。伫咧米场内面，抑佫当听到矮米的声音。即台要到2层楼管的机器，甲糙米爱做白米，已经芳超过半世纪啊，也见证大稻埕对清朝后期到即卖起起落落。以前那个白米不能进到台北，所以有30-40间啦。到后来就是因为高速公路通的时候，政府规定说好白米可以进来了。有的房子改建有的是那个第3代、第几代不想接了，就收了。即卖头家正地2个人是第4代。米店内面的棚仔古早的收钱台是种传统闽南式建筑，客家店面合作会正罕见，拢是历史分量。最近市府文化资产科也同意登录真济历史建筑。过去通常都是别的产业，像是糖业，那这个它是一个私人的，然后而且也是现在还在营运的一个碾米厂，所以在台北市来说是非常的少见跟难得。李庆因为少年时代无愿意接，伫即马得到文字的身份了，工作希望会当修复转型，互老米厂继续保存。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8度，上悬10度。中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13度。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7度。东部地区上低9度，上悬15度。华岛地区上低5度，上悬1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